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4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风台轩兰诺慢慢离开台湾附近，风波变小。中昼11点解除陆上风台警报，海上警报预估下暗会解除。昨日中华县另一个过路人去互陷倒去的青红顶喊着，两骨骨力砸出去，以后可能无法度行路。中国 NASA 派无人飞行机就月球的计划，因为设备各样搁取消，试射计划可能要延到10月。风台轩兰诺伫咱台湾附近，甲咱搭天几落工，毋但速度慢，强度搁搞变化。目前轩兰诺是强烈风台顶级，加在伊是已经离咱台湾愈来愈远。今日中昼11点的时阵，陆续风台警报已经解除啊，风雨豆豆变小，海上的风台警报预估下暗都会解除。路边的椰子树一直摇，机车甲路树拢吹倒伫边啊，也有做生理的贩仔，加早日的雨线软暗暗，都惊无细雨雪车倒踏。虽然台东地区无明显感受到风台，毋过受到轩兰诺路线的影响，也是透一阵啊一阵的火烧风。老板，今天风很大哦。对。啊，你要抓着这个阳伞哦。对啊。一直抓着做生意哦。轩兰诺风台的暴风khu早起顺利脱离台湾陆地，陆上风台警报已经伫早起11点解除。虽然说台风逐渐离我们而去，但是要提醒在北台湾地区，尤其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今天到晚上的时候，还是偶尔有一些间歇性的强风出现。这届轩兰诺虽然无直接影响台湾，不过为北台湾甲中部山区带来真丰富的雨量，全台湾的水库有哪拢有入水。根据气象局的观测，为初时0点一直到下晡4点10分，降雨量上较济是台北市阳明山小油坑324.5毫米。再来是新德县尖石乡玉峰村266.5毫米，另外阳明山德啊湖经天宫观景台，也甲台北市平静街累计雨量拢来到250毫米以上。预估对轩兰诺上北、北台湾甲中部山区落雨情形，都会慢慢啊缓和落来。在入夜之前，大概在整个中北部的这个区域都还是会有下雨的这个状况。那山区的雨量还是会累积哦，只是它累积的这个速度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快了。气象局预测，海上风台警报会伫暗时解除。虽然初5礼拜一上班日风台已经离开啊，不过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也是有局部落雨。中昼过了后，其他的所在也是要注意午后雷阵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各地灾情，头先先来看北部地区，基隆甲宜兰会使讲是即届互风台扫到上界大地的所在。但即阵风台已经离远去啊，基隆甲宜兰的风雨总算是有较细准。不过今日半暝2点外，宜兰大溪有工地因架去互风扇倒去，警方到现场指挥交通，虽然警察车都去互钢架焊着，玻璃规个破起，加在现场是无人着伤。透早2点外，风雨真大，连路口的监视器镜头都看袂清楚。倒边厝当伫整修的工地铁架倒去，车厢顶嘛，互铁架跌倒去。这个所在是宜兰大溪一个建筑物整修工地，铁架就倒伫个路里，影响交通。警方赶到现场管制联络工人来清理。后来其他的铁架又搁倒去，互警方头前的挡风玻璃规个毁损。那我们警方到达现场之后，现场的鹰架再次倒塌，造成我们巡逻车的前挡风玻璃有造成毁损的状况。好在载过事件无人员受伤。早起6点外，宜兰5节有电筒爆炸停电，台电派员抢修，7点外陆续恢复供电。那个竹子有没有去扫到那个爱子刚好？所以当时的风雨有蛮大的嘛？对，风蛮大。海军甲海巡署的船舰拢已经停伫基隆港区，不过为水面平静，就会当感受到风雨已经减弱真济。基隆出名的庙口夜市啊，早起原来有1/3至1/4的打商继续营业，也是有一寡民众来消费。这一阵比较小吧，它就是一阵一阵，然后它也没有固定了。其实还好，一阵一阵的。那个昨晚最大，其他我觉得都还蛮正常的。包括这对为台南来游客甲在地基隆民众，拢感觉天光了后的风雨已经减弱真济。根据基隆市应变中心的统计资料，9月初4拢共接到6件灾情通报，包括2件路树倒去，甲2件电线电缆落去。另外，共2件是广告看板遗害，也甲有铁片落落来路面，无严重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看苗栗的灾情。苗栗南庄苗21线东河段自昨到古罗达线并放弃，到目前为止路遥阁未通，所以苗栗县政府已经宣布讲，东河村明仔停止上班上课。另外，雪霸国家公园的苏马和林道嘛有土石放落来，甚至阁有电灰条倒去，所以讲目前这条路嘛是未通的，请游客唔通冒险入线。山壁真侪土石放落来，道路规个塌去无法度通过，警方紧急封闭道路。苗栗南庄苗21线东河段为初三就开始发生崩塌，虽然公扫抢通3届，毋过后来拢因为落大雨又搁放弃，目前交通也是中断。苗栗县政府宣布南庄东河村全村初5停止上班上课1天。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我们会先请我们的道路抢通抢险的开口厂商先去做道路的抢通，让大家可以做通行。那后续县府已经有提报中央，就是灾害复建工程，那县府也会在做针对边坡跟道路做修复的工作。为空翕的影像会当看到山壁崩落的面积真宽。南庄乡公所是讲，目前因为山区也搁咧落雨，无法度抢通，东河村也搁有游客伫内底，不过物资是无问题，要提供其他落山的替代道路。另外，苏马和林道原来有出现2位土石崩塌。今天早上社区工作人员上班途中，经过22.5K 的时候，我们有做简易的处理，让他的小车可以通过。之后等台风过后，我们会有那个聚聚进来，才能够整个路线整个清理。雪管处表示，苏马和林道是雪见游乐区连外道路，除了22.5公里的所在，伫1.4公里的所在，原来有崩塌的部分，树啊甲电火条倒去，车辆无法度通过。林道主线原来有真侪石头崩落来，建议游客听候天气好天稳定才前往。记者综合报道。越南南部的情形，今日往回东港甲琉球的船帮拢已经正常出发，不过风影也是有造成航行的时间变较长。高雄西仔湾迄边是有游客落海出影，不过因为这个区域无伫咧警戒的范围内，无法度甲因出发，而且也是爱呼吁观众朋友唔通摕家己的性命咧冒危险。若是家己的山区是有大樟树啊，因为土石松软倒去，暂断交通，目前已经恢复通车。风影大，船海来海去，游客有当时会惊到。本来25分钟的行程，又长到50分钟。受雪南路风台影响，屏东东流线拜六下晡停开，有游客加留一暗。礼拜再去恢复，大家赶紧来坐船。今天与昨天的风浪相比啊，有相对小一些，但是外面涌浪仍然很大。那么昨天大佛航运在最安全的考量下，因为风浪逐渐增强。我们就宣布就是停航了。这边就最多是1,700，但是饭店那边就只有跟我们收清洁费。小琉球码头四个拢是游客，船头家有高中途过了后会用再玩。另外，风台外围款流带来风影，然后高雄西仔湾海峡透早出现冲影的人。那种冲浪的话，这边是，我个人觉得是量力而为啊。市府海洋局表示，当地虽然有采禁止送水的措施，也搁对着无ผู具的民众，加上海警范围无包含这片海峡，冲影客无算违法。不过海巡回应，若发现风影变大，也是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风台也对嘉义县的山区造成影响，这阵伫边坡大树，敢若拄水土一松软，倒怀伫个双向道路，交通一度受到阻碍。这样那个车没有办法过。车真小心慢慢开过，现场位在阿里山乡鹿野村第18线66.2公里的所在，公路总局第5区永和工程处赶紧派人来清理。10点了后，双向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昨日中华园林有一支青红灯，因为机组本身就已经生线啊，即阵搁透强风的风台风去互风扇倒去，去撼到一个骑奥多麦当咧等青红灯的过路人。这个民众是当场昏迷，送医急救了后，病医发觉讲伊的梁骨有骨落折脱去，变仔骨嘛有长期的情形，以后可能会无法度行路。为着防止这寡意外搁再发生，中华县长王惠美是要求警方要检查县内所有的青红灯。民众骑机车伫咧路口等红灯，毋过后1秒，路边的青红灯线突然间歪错，然后规个倒落来，而且直接撼到当咧等红灯的这个民众，伊当场摔到昏迷。附近的民众赶紧通报119，甲伤者送医急救。
毋过伊的鼻仔骨甲梁骨拢有几啊位的骨质甲脱位，伤势相当的严重，未来恐惊无得行路。第1节L1 到第5节都有受伤，尤其在第11胸椎的11节到12节，严重的一个叫做严重的脱位，第3节的脱位，都影响到下半身这个活动。目前的下半身是麻痹的。这件意外发生在9月2号。民众原本当作是因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彰化湾林市中山南路这个青阳顶才会直接倒去。但是警方事后检查登去的所在，发现基座已经严重生鏽。因为红车顶的管理单位是彰化县警察局，警方强调会要求维护的厂商负起相关的法律责任，也有赔偿。本局目前养护县内的交通号志有3050组，依照契约由维护厂商负责巡视维护。当设施有侵害到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应该由厂商来负起处理，还有负担法律的责任以及费用。彰化县长王惠美嘛要求警方要全面彻查。彰化县警察局已经通报维修厂商，而且动员各派出所专门检修县内的车辆顶，若是有生鏽倒去的安全疑虑，会较紧来换新的，避免再一次造成交通事故也有意外。记者彰化综合报道。雪兰莪风台实在真侪雨水来，中部以北的水库拢入白少水，亲像石门水库的欠水量已经对74%增加到94%，增加变2成。不过上届欠水的基隆新山水库却是加无偌济，本来是望讲即大风台会当解决欠水问题，不过即阵基隆有关是要继续减压供水。雪兰莪风台外围环流带来真大雨势，河石门水库大入水，跳水路将近满水位，实施调节性的放水，也吸引真侪民众来看来遮翕相。这2天台风觉得怎么样？风雨还好哎，今天才比较大一点。他今天是特地来这边看放水是吗？对啊，对啊。觉得怎么样？觉得很壮观啊。桃园的石门水库近3天的集水区累积落雨量达到350毫米，为石门水库带来丰富的水量，水库跳水率对74.5%上升到将近94%。3天前的那个蓄水量是1.53亿，现在目前已经回升到1.9亿，也就增加4000万的入流量。不过，基隆水情依然是无啥缓解。自来水公司讲，基隆的新山水库跳水量在风台前后，对原本的316万吨增加为328万吨，无明显的上升。基隆依然爱继续在离峰时段实施减压供水。新山水库必须是借由动力将基隆河的河水抽到新山水库去存，目前是每天大概8万吨的这个量做储存。看起来这可怜的。还是没有人进上，因为它没有高山啊，这是水库。水利署有估，如何总计为全台水库带来3.31亿吨的水量。到测试下晡4点，雪兰莪风台和大部分中部以北的水库是大入水，尤其是石门甲翡翠水库跳水率是明显回升。不过在新山无锡阿公店水库跳水率依然是偏低。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陈时中提出要甲公共便所的马桶换新的政见。伊的宣传影片当中，说是有一幕是对便所的隔间顶面探头甲人看，引起性骚扰甲无尊重文书的争议。国民党的蒋万安出声批评，要求陈时中要回失礼。也若是无党籍的黄珊珊是讲，用这款疑似性骚扰行为来讲算笑，实在是真无应该。但是中即马已经甲影片改过，嘛已经回失礼啊，强调讲伊无骚扰意思。台北市长的选战拍个真热烈，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推出台北市公共便所免治马桶的政见。宣传影片有一幕对隔壁便所探头画面引发争议，陈时中竞选团队随甲这支影片收回来，收证片后精神重团。不过，伊遭到对手蒋万安甲黄珊珊的攻击。反偷窥、反性骚，其实这已经是普遍的基本观念。那其实昨天争议影片一出来，舆论挞伐，但是我看到陈时中还是不愿意道歉。原来的利益应该是良善，想要开个玩笑，但是性骚扰跟窥视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可以用儿戏来带过的。黄珊珊批评这个影片若无尊重别人的私密，也甲歹囡仔。另外提升品质，比起做华丽不实的设备较有路用。蒋万安是表示讲，希望说提升公共便所的清洁卫生，毋是经由严体检查，也有相关的管理来维护整体品质。
对着鸦片被质疑有变数偷看意思，但是中也说明甲核实的。那我们并没有任何要有骚扰任何的意识在，有这种感觉，我们表达歉意。台北是一个进步的城市，我们努力让它做性别友善。对着对手讲提升公共便所品质更加重要，但是中讲既然马桶拢升级啊，涂骹遮各方面的清洁拢会提升。另外，指挥中心无法度及时采买到防范 BA.5 的次世代疫苗，比这期防疫慢一步。但是中时真挺指挥中心，伊讲相信会做上好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关心国内新冠疫情。今日国内是增加34000多例本土病例，有35个人染病过身。今仔密西西个案是搁增加一例，今年已经有200个囡仔重症个案。所以来，这礼拜5就是中秋节连假，这家庭拢会烘肉，也是做伙食饭。不过，即阵 BA.5 疫情是长咧压悬，所以伫遮爱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疫。老大人甲囡仔疫苗若是还未做好势，就尽量莫参加活动。本土 BA.5 疫情继续升悬，连续6天病例数超过3万例，初四礼拜新增加34358例本土病例，新增加个案数比顶礼拜日同期增加将近3成。另外，中重症有68例，死亡是35例。重症个案内底新增一例囡仔的密斯西，是2岁查某囡仔，无慢性病史，也无做过疫苗，7个确诊，8月底出现密斯西的症状，即阵也伫断医治疗。截至今天，儿童重症总共200例，包括脑炎29例、肺炎22例、心肌炎1例、败血症3例、笑吼10例、家中死亡7例，密斯西有125例。指挥中心讲，有个 BA.5 高峰会落伫9月下旬到10月初，疫情的发展符合原先预测的模式。这礼拜拜2、拜3的确诊数有可能超过4万例。由中秋节即要到啊，袂少民众会烧酒来烘肉，难免会无赶嘴暗来开讲，抑搁食物件。专家建议，无完整注射疫苗的老人甲囡仔，上好是莫甲人烘肉，莫参加。还没有打完3剂或是4剂疫苗的，或是说你距离上一次疫苗已经超过6个月以上的，如果疫情紧绷的时候呢，能够尽量就是改成其他在居家的一种活动方式。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参加聚会、烘肉这活动时，伊愿爱挂嘴安，并且呼吁符合资格民众爱赶紧去注射疫苗。另外，国内6个月到4岁囡仔疫苗注射率，头一剂是29.5%，第二剂是3.3%。记者综合报道。9月初10是世界自杀的防治日。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去年自杀的通报是比去年增加7.5%，死亡人数是较少小可。不过，是有4成外的民众因为疫情感觉大头震荡。展现行动，创造希望。点到象征希望防治自杀的灯啊！测试自杀防治协会公布统计，2021年全国自杀防治通报计共有43469人，比2019年增加7.5%。自杀死亡的人数3585人，比前一年减1.9%。另外有4成以上的民众，捌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感受到压力。COVID-19的疫情影响之下，民众的心理健康方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未来，这是我们很重大的课题。饮食，然后睡眠，还有他的心情怎么样？比如说他工作的维持状况，我想透过亲友的一个电话，达到就是对隔离者的一些关心。毋但疫情影响到心理，顶个月艺人爱成对老身亡，真侪媒体拢有报道。协会指出，但是媒体无处理好势，也可能影响到亲像青少年等等的高风险族群，反倒有模仿效应。对自杀方法如果过度的一个报道的话，也可能引起效应。应该要报道这个事件里面相关的危险因子，来早期辨识导引面临同样逆境的人。专家表示，民众若是会使主动关怀可能有自杀意念的人，提供适当的支持陪伴，而且进行主管的转介，就会使建立更高品质的社会安全网。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消息：美国 NASA 已经50年无派人类就过球啊。原本是按算8月29要先派无人的飞行器去哩，不过说因为引擎出问题，延到9月初3。想袂到，这个第2届行程又搁有设备各样，又搁宣布取消。这个坎坎坷坷的试射计划，后届可能就要等到10月。
大大火箭徛伫发射台，毋过伫个发射正日倒头算2点钟28分外的时阵，倒头算的时间煞向停止。原来是美国 NASA 国家航空甲太空总署，搁一摆临时停止发射计划，互周围等待真久的民众有一寡失望。I dragged my wife down here. We got here yesterday at 7 a.m. So we've been here quite a while. We slept on the grass last night just to make sure we had a good spot. 这是 NASA 第2届伫倒头算的阶段取消试射计划，这项无人飞行的测试任务阿提米斯1号原本要伫当地8月29做试射，也毋过伫倒头算的阶段，火箭4粒引擎内底其中1粒技术因为技术问题，造成无共的燃油管路发生泄漏，温度感测器各种才问题，互引擎伤过烧，所以取消试射。该时间到当地9月初3，嘛就是台湾时间初4透早2点外试射，也毋过这个中途佫发生问题。7:15 a.m. Eastern Time here at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in Florida. Got an update on the liquid hydrogen loading. They are in stop flow at the moment. There was a leak detected in the engine cavity. 这个问题同款是伫引擎内部发生。原本 NASA 列准讲头一届问题已经解决，也毋过伫第2届发射进前，有关有共款的状况，液态氢燃料泄漏。On Monday, it was a manageable leak. This was not a manageable leak. The mission management team is meeting this afternoon. They're going to look at it. They're going to see, is there still a possibility now, or are they going to have to roll back into the vehicle assembly building? If they decide that's the case, then it'll be an October launch. 这是50年前阿波罗17号太空人搭起月球以来上新的月球探测任务。NASA 希望借着这个计划测试新的科技，希望有一天会当甲人类送去火星。讲是新闻台是唐平玉。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27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